Hello，大家好，我係華佬。恭喜玩具模型倉啊！喺觀塘三寶木嘅新旗艦店咧正式開張啦！哇，佢哋間鋪咧真係超級大啊！地點啊就係位於觀塘同牛頭角中間咧三寶木商業大廈咧7樓全層嘅。觀塘咧喺巧明街行過又得啦。如果牛頭角出嘅話咧，穿過創紀之城2期咧，去到以前舊巴士廠嗰個位置都得㗎。好消息咧，同埋非常之重要咧，就係由今日至到2月16號，即係年30啦，所有貨品咧都有85折啊！不過咧有部分貨品咧新貨咧同埋非折扣貨品咧就冇得打折，但係大部分咧都係有折頭㗎。而家咧就嚟同大家行個圈啊，望下咧呢個咁大型嘅旗艦玩具店啊，到底有啲乜嘢啦？成個7樓咧旗艦店咧總共分咗兩邊啦，一邊咧主要咧就係玩卡打卡TCG 嘅地方啦，另外嗰邊咧就係玩具模型部啊，咁同大家行咗玩具模型部先啦。當然咧成個玩具模型部唔少得嘅就係好多玩具模型，新款舊款乜都有啊，各大廠商壽屋Bandai Good Smile 嗰啲琳琅滿目啊。最緊要咧就係而家咧呢段新開張期間咧有85折啦，本身咧冇折頭嗰啲咧就會變得更加抵啦，有折頭嗰啲咧好似 GQX 系列嗰啲咧已經特價都會再平啲俾你啊，所以咧整體感覺上咧都係非常之值得去睇下有啲咩啱心水貨品入手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啲 figure 啦、工具啦。私心推介咧就係嗰個馬連套裝388咧，咁有支5斬尾嘅 God Hand同埋咧就部分打磨砂紙嘅。咁咧你見到咧佢仲好有心咧整咗一個 God Hand 嘅 corner 位咧，就可以俾你試用咧 God Hand 嗰啲神剪啊。跟住咧行到中間咧好鬼馬，你見到佢貼咗張牌咧，佢就咁啱咧喺鋪頭中間解開咗，有一邊係卡牌部一邊係玩具模型部啊。咁卡牌部咧一嘢閃過去咧，你就見到好多卡啦，One Piece高達梗係唔少得 Pokemon 啦。咁仲有好多周邊嘅。咁咧而且咧亦都有其他英文卡啦，例如 Magic 啦，仲有 FF 聯成嘅 Magic 系列啦。最正咧就係佢呢度佈置到咧中間勁大個空間咧，就係擺晒啲台凳就係俾一眾 TCG 玩家可以喺度打 deck 啦。而且咧據聞咧呢個位咧都係主要攞嚟之後打比賽event 活動會用到嘅。哇！呢個空間真係非常之大，都可以舉行呢一啲好盛大嘅比賽啊！照顧完大人之後，冇理由唔照顧埋小朋友噶嘛。咁呢度咧有好多適合小朋友嘅玩意例如 Pokemon 啦、Takara Tomy 嘅車仔啦、火車玩具啦，仲有咧爆旋陀螺等等，非常之多。呢度咧真係成個 corner， 真係正宗嘅老少咸宜，大人又啱，細路仔又啱啊！咁如果咧各位大人咧嚟附近食完嘢啦、睇完玩具咧或者打比賽嗰陣時候咧，都可以滿足埋啲小朋友喺呢個 corner 咧，俾佢哋盡情放電睇玩具、買玩具啊！後咧亦都真係有啲驚喜而且亦都係私心推介。玩具模型倉喺呢個旗艦店嗰度咧，竟然整咗一個就係噴油牆或者咧就叫做呢個模型嘅工作室啊。咁佢呢度咧有台凳整晒咧每一個座位私人空間啦，而且入面咧仲擺咗4台嘅水簾抽油可以咧俾大家呢度咧就噴油製作模型哇！呢度都可以話係非常之貼心相信咧嚟緊咧都可以俾各位咧租場或者短暫使用呢個場地喺度製作模型嘅，或者咧我自己私心咧都有機會咧上嚟呢個有場開箱試下呢度咧模型製作嘅呢個工作室嘅環境咁如果到時咧喺度玩完之後咧再整個分享包交俾大家啦。
最後咧，當日我都有少少戰利品嘅，咁咧我就喺模型玩具部嗰度啊，就買咗隻 FA 嘅 RX782啦 MG 啊，咁啊之前停產咗好耐啊，咁啊見到有咧順手又有折頭，咁當然要買翻隻啦。另外咧，我亦都買咗嗰個馬連套裝啊。因為自己都比較中意 God Hand 啲剪鉗咧，咁啊手痕就之前儲開其他色啦。呢把咧馬連咧就係有呢個紫色柄啊，呢把嘢真係望落去都有啲靚。咁同埋咧388蚊套裝啊，打個85折之後咧，仲有埋呢個沙紙送啊，非常之吸引。咁啊極度推介咧，大家趁住呢個有85折嘅優惠咧，上嚟睇睇有咩啱自己啊！呢度咧再次恭喜玩具模型倉旗艦店開張啦，同埋咧好開心有一個咁大嘅咁多產品擺晒喺度，而且又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活動場地啊，同埋呢個噴油場啊，亦都推薦咧大家前嚟參觀啊，咁啊真係唔買都嚟睇下啦。好啦，今日分享咧玩具模型倉開張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啦，咁我哋喺下條片再見，係咁先，拜拜。